運動員近年喺國際舞台屢創佳績，令社會掀起一股體育運動嘅熱潮。而我哋喺8月底就發表咗新一份嘅政策倡議報告，希望用體育盛事帶動體育產業嘅全面發展。所以我哋期望政府喺今次嘅施政報告可以從2大方面着手。第一係善用博彩收益設立體育產業發展基金，為體育盛事提供更靈活嘅資金支持。我哋建議政府同賽馬會協商，每年從新增設嘅籃球博彩同現有嘅足球博彩撥出至少2% 嘅淨投注金，即係大約4.3億港幣注入體育產業發展基金，以支援體育盛事專業人才嘅發展。第二係培育產業人才，為體育盛事提供更全面嘅專業支援。我哋建議政府可以用盛事化帶動人才發展，具體包括推出 M 品牌賽事人才孵化計劃，以及完善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，為學生同退役運動員提供更多實習同就業嘅機會。總括而言，我哋期望政府喺今次嘅施政報告可以從資金同人才2大方面着手，長遠打造香港為體育盛事之都。